大家好，我係伊芙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講下華發珠海灣呢個盤，真係天時地利潛力無限嘅格局。坐落大灣區黃金地段後環片區，交通配套轉數快到你估唔到。其中深中通道直通深圳前海，好快，深珠大橋話嚟就嚟，半個鐘頭車程即達珠海深圳雙城。仲有城軌快線接駁成個灣區，返工旅居真正做到話走就走。產業佈局旺丁又旺財，呢度係珠海科創嘅心臟地帶，同深圳南山鬥高科技、華為雲計算中心等700幾間國字號企業坐鎮，仲有3間211大學埋堆，人才錢財相匯聚，背靠鳳凰山天然氧吧，行2步就到百年唐家古村揾食。過條橋就可以去奇澳島踩單車，紅樹林濕地仲可以睇候鳥表演，投資自住都潛力無限。你哋有咩想法？歡迎評論區留言。